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几句啊，硕士汉文。这是100-200年前台湾囡仔咧读汉文，研究台湾话，这内底学问真好。台湾话汉文的发音艺术也真好。硕士汉文有一句话讲：面赤非干酒，桃花色自红。解说，这个赤胆、赤面、赤心，来讲官方的啊，伊的胆、伊的心肝、伊的面，拢是红个红过赤刺。所以这个赤解说就是红的。哇，你的面遮红，吼，迄毋是食烧酒啦，非干酒，这个干就是干癌嘛，甲食烧酒无干癌嘛。桃花色自红，有人解说讲，徛伫咧桃花丛边仔笑落去，哇，面自然就红个。哇啦，有人解说讲，我即晚在咧行桃花运，无我的面看起来遮尔啊红。总讲意思就是讲，你有迄个条件，毋是靠人甲你铺毯；你有迄个条件，毋是当现砍做行情的，真正有迄个实力的。啊，若甲有迄个实力，就分两路咯。有实力有人重用这一款，有实力怀才不遇，无才调发挥另外一款。若讲有人重用的，硕士汉文有一句话，咱听好做参考，讲有心共编织，不怕浪淘沙。汉文哦，发音解说就是讲，你伫咧江边，伫咧大，当然海洋安尼一涌一涌溢来，将海沙愈拖愈远。咱毋惊嘛，咱毋惊社会考验嘛，咱就真正有甲遐嘛，挺好互恁看嘛。所以有心共编织，你既然选择讲要住伫咧江边，迄就亲像台湾话咧讲的，敢做捕蟹，毋惊暗烫。咱就要勇敢面对挑战啊！你，啊，毋过万一你若有迄个条件，无机会通去挑战，因为国情头拄我讲怀才不遇咧。硕士汉文咱有另外一句话咧，甲咱点讲有麝自然香，何必当风立？咱知影啦，你身躯都若我迄个汉语讲的春香元春，就是麝香啦。你身躯本来就有香味啊啦，你毋免啊，徛伫咧风头当风立。伫风头安尼要吹，互风安尼扇，互人知影讲啊，迄个人身躯真芳，毋免。你伫咧壁工嘛是芳啦。所以孔子讲过去，互咱一句话，咱就要惊家己无迄个条件，毋免惊讲人无了解咱的才情啦。